關注過十里銀灘嘅觀眾朋友都知道啦，咁在十里銀灘呢邊咧有啲20幾萬幾買得到3房嘅單位喎。咁依家咧我就係在海業灣嘅呢個北區啦。3房嘅78方，總價只需要258000，單價3300蚊嘅。呢間單位到底係點呢？接落嚟詳細睇呢條片啦。Hello， 大家好，我係十里銀燈燈啦。依家咧嚟到海業灣嘅一個北區啦。咁都知道在海業灣呢邊都係屬於十里銀灘嘅一個3期嘅中心區域嘅，相當於京橋巴士咧，即係落路行路3到5分鐘左右啦，可以到3期嘅一個交通中心嘅巴士站。咁1個鐘頭左右去到深圳路啦，同埋蓮塘嘅。咁我哋今日推介呢間單位嚟講，主要嚟講望嘅呢個景觀咧，都係小區嘅一個園區嘅一個道路啦。唔係話國道啦，都唔係話省道啦，相當係小區裏邊嘅道路。咁如果覺得嘈啲嘅觀眾朋友可以自己間開嚟因為確實嚟講呢間單位非常之平嘅一個總價。咁十里銀灘嘅一個3房竟然銷售嘅價錢258000 78方嘅，咁當然平都有佢平嘅道理。咁平咧，其實佢除咗價錢優惠之外嘅話，咁都有佢嘅一個缺點所在嘅。咁生活設施嚟講，在十里銀灘呢邊嘅一個中心區，即係我哋樓下嘅一個商鋪餐廳、便利店已經全部開晒，都係在十里銀灘最中心嘅呢個商業中心睇嘅。咁我哋依家嘅呢間單位嘅一個露台都係有7個平方左右，開間呢邊嘅話，佢係有3米2左右嘅一個開間。咁業主嚟講，可能話係咪裝修，相對其實全屋嘅家私嚟講都係非常之簡約。咁其實在呢個小區都已經係過咗係有差唔多係10年左右嘅，所以其實之前嘅一個用材用料對比於十里銀灘5期維港灣嚟講嘅話，確實嚟講係爭啲啦。咁我覺得呢間單位靚啲嘅地方係入戶咧，佢帶埋呢個小露台相對入戶嘅一個露台位置業主都係做咗呢個鞋櫃啦同埋通埋燃氣嘅，咁業主都係做咗呢個防蚊窗同埋相當於業主好奇咧係將呢個小露台封住嘅封窗嘅咁呢間單位嚟講嘅話，最開始嘅一個交標都係一個機械鎖嘅原始嘅一個交標啦同埋簡約式嘅一個防火門啦咁睇翻廚房呢邊嘅話，基本業主未過嚟住，所以其實都比較簡單啦相對都係做咗一個防蚊網啦同埋嘅一個雪櫃嘅位置嘅，都係一個 L 形狀。咁呢個闊度嚟講都係 OK 嘅，同埋全屋嘅一個電製箱啦餐台嘅位置啦咁我哋睇翻呢間單位嘅一個房間咁78方一般嚟講嘅話，呢間房咧可以擺一個1.2米嘅床業主擺咗一個上下床，其實都係比較實用啲嘅咁呢個位置其實係擺一個梳妝台嘅一個位置啦咁我哋依家呢個朝向咧，同主臥室嘅朝向一樣嘅，朝西南朝向西南嘅呢個朝向主要嚟講，我覺得雖然話價錢好平啦，不過其實咧最原始嚟講，其實佢用嘅係一個地板，唔係木地唔係一個地磚，咁需要好奇咧自己再重新搞下因為有啲甩皮嘅一個感覺啦咁我哋再睇翻第2間房，即係次臥室
咁呢個方位嚟講都係睇小區嘅一個遠景嘅。咁前面可以望得到銀富市場，之後再十里銀灘最大嘅呢個市場啦，係一期嘅一個位置嘅。咁三期呢邊嘅話都有海鮮市場啦，同埋嘅亞普角中心市場都係在我哋依家呢個小區。咁步行嚟講係大致呢個7-8分鐘左右啦。1米半嘅一個床啦。咁我哋再睇翻主臥室，主臥室呢邊嚟講嘅話係擺咗一排嘅一個衣櫃，再加埋呢個2米嘅一個大床。業主做咗呢個簡約式嘅一個作台，都好靚下嘅。望翻都係同我哋主露台一樣嘅一個景觀。咁業主比較細心啲啦，佢會做呢個風窗啦。其實我哋望到呢間單位嚟講都比較簡單，相對其實全屋嘅家私家電後期都需要自己重新會做呢個配置啦。咁我哋再睇翻洗手間呢邊。洗手間呢邊佢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形式嘅。相當於都係沖涼嘅地方帶埋呢個窗嘅。都係比較通風乾爽嘅。咁其實早期嚟講嘅呢個洗手盆呢邊啦，都係比較簡單啦。佢同依家嘅一個最新5期嘅一個交標嚟講嘅話，咁我覺得呢邊係爭啲嘅一個地方啦。咁其實上面呢個頂嘅話都係比較新淨啲嘅。都係比較靚啲嘅。主要嚟講簡單啲總結一下呢間單位啦。雖然話平係好平，性價比嚟講都係 OK 嘅。相當於總價咧258000，單價3300蚊。咁可以買得到十里銀灘呢邊嘅一個中心區，即係生活設施非常之成熟。咁交通嚟講，樓下嘅一個京橋巴士1個鐘左右去到蓮塘口岸啦。所以交通咁配套係 OK 嘅。咁呢間單位咧，只係望唔到海景。同埋咧，小區嘅一個樓齡嚟講係比較高啲嘅，即係過咗差唔多有10年。咁房屋裏邊嘅一個維護狀態一般般啦。即係平都有平嘅道理，不過性價比都係 OK。咁佢先係咩觀眾朋友會選擇呢邊？咁如果第一中意低樓層，咁如果擔心嘈嘅話，其實可以做一個風窗啦。咁第二咧係就係注重生活配套，比如話老人家過嚟呢邊養老啦。過嚟呢邊住啦，重點就係交通同埋配套。咁如果係要望海嘅話，其實一樣可以去到5期，或者係去到1期呢邊嘅一個沙灘，樓下呢邊嘅一個京橋巴士，同時都有穿梭巴士，即係我哋步行5分鐘左右嘅一個穿梭巴士，一樣可以去到3期。一期同埋嘅5期呢邊嘅一個沙灘位置。大致開車嘅話係4-5分鐘左右啦，可以過去嘅。即係其實如果係唔一定需求係海景，咁想揾一間又平同埋生活設施非常之成熟、交通方便嘅一個觀眾朋友會選擇啦。咁全屋裏邊嘅家私嚟講，都要去後期自己會重新會配置嘅。最靚嘅呢間單位咧，就係帶埋呢個2戶花園，258000，單價3300蚊。如果有興趣，可以盡快上方2維碼聯繫我哋啦。拜拜。